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3章。所罗门伫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动工起造上主的圣殿。这所在早前是亚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，上主捌伫遮对所罗门的老爸大卫显现，所以大卫决定要伫遮起圣殿。所罗门做王第4年2月初2开始动工。所罗门要起的上帝殿的地基长27公尺，宽9公尺。殿前的走廊宽9公尺，甲殿边宽，悬54公尺，内面搭纯金。大殿的壁用双树板嵌，用纯金搭，顶面刻左树甲莲仔。迄间殿阁用宝石甲包我音的金装饰。殿包括殿的梁、护顶、墙壁、门线，拢用金搭。壁顶刻天使基路伯。过去至圣所长9公尺，宽甲圣殿的宽相同9公尺，拢搭纯金，金的重量20公吨。金钉仔重570公克，顶面的部分嘛拢搭金。至圣所的内面雕刻一对天使基路伯，外面包金。两个基路伯的膝拢总大约9公尺。第一个基路伯一边的膝拄着这边的壁，第二个一边的膝拄着迄边的壁。因另外2支膝伫殿的中央相卡，每一支膝长2公尺20公分。这两个基路伯展开膝，拢总约9公尺，因的脚徛地，面往入口。阁用蓝色、紫色、钻色的丝甲幼麻布做场，绣基路伯伫迄顶面。所罗门王伫殿前做2支条，悬15公尺半，每一支条的条斗悬2公尺20公分。搁做链仔安伫条斗，搁做射流100粒安伫链仔顶。迄2支条插伫殿前，一支伫正边，一支伫倒边。正边迄支叫做雅君，倒边迄支叫做波阿斯。